相隔20年，基努李維有望再演驅魔神探，粉絲敲碗基努李維 Keanu Reeves 演過許多令人難忘的經典角色，其中他特別期待能再次演出康斯坦丁驅魔神探 Constantine。基努李維近來與康斯坦丁導演法蘭西斯勞倫斯 Francis Lawrence 再度聚首，兩人在 podcast 節目 Happy Second Feels 首播的集數中談到這部電影。主持人霍羅威茨 Host Josh Harris 問到2022年宣布的續集消息是否有最新進展，基努李維證實劇本正在創作中。他告訴聽眾：我渴望能飾演這個角色。法蘭西斯勞倫斯也表示，自這部電影上映以來，他對於拍攝續集一直保持開放態度，但由於過去20年華納兄弟 Warner Bros、DC 漫畫、DC Comics 管理層的人事動，他必須處理超出他控制範圍外的難題，電影製作難有進展。影迷也在該集 podcast 的 YouTube 留言區熱烈討論，分享他們對於基努李維將再度詮釋這一角色有多麼興奮。一名網友留言：我很興奮看到他有多激動地要嘗試並且再度演出這一角色，他手指交叉，越他渴望再度飾演約翰康斯坦丁。我愛這個。另一人留言：我愛康斯坦丁，這是一部美好的電影。在我看來，基努李維演出的該角色版本最好。我一直希望續作出來。還有一人請求讓其他一些角色和基努李維一起回歸，我絕對很樂意看到第二集康斯坦丁，但也請讓彼得史托馬 Peter Stormare 回來。他的撒旦是我目前為止最愛的撒旦。基努李維和導演法蘭西斯勞倫斯這次在節目上相聚，距離2005年康斯坦丁電影上映以來已經近20年的時間。目前粉絲可以在 YouTube、Apple TV、Amazon Prime Video 等平台重溫這部經典。